行，杏鲍菇，听讲这大嘛最好食，但是咱唔捌买过。好，咱先去拍猪仔台的店。我第一次用这个。你那种大台啊，细台？细台的。细台的哈，细台的吼，咱来去换吼，换猪啊，猪啊。好，今仔日就做做猪啊，好拍。啊，个卖走。我甲你介绍一下哦。好。阮若是该拍100粒出来，就拢诚正，是这。哦，好，咱传统的同款。快点拍，啊个加，有，哦，掉啊！咱猪啊出来。哦，好掉无？啊，无掉。好，过来，过落猪啊！你足厉害诶！你都是会需要去夹起来，因为爱夹起来才落会掉。哦，足顺的咧。36点。小cường讲伊要食烘虾啊。这里就很漂哦。哎，咱为迄边行吧。虾啊伫倒位？咱来去找烘虾啊，好不好？这是夹迄骨头摕掉的鸡骹。哎，烘虾啊，无看，但是烘虾啊，敢若真正无开呢。我这个零七龟什么？你点啥物？鲜炒牛奶是吧？酸粉圆哦。你要澳油的，还是要鲜炒的？鲜炒酸粉圆哈，好，你杯仔互伊。要鲜炒酸粉圆。黑边。这边有啥物好食好啉的咧？红麻糍，你想要食红麻糍是吧？啊，你要啊无？买。你要啥物口味？巧克力、牛奶糕、阿酸的。巧克力。哈？巧克力。我咧2份细份的巧克力甲牛奶糕，巧克力是阿川的。汉珠桥无人啊？汉珠桥，快去！汉即摆无人。我想吃汉珠桥啊。你会当先食这啦，好无？拜托你啦，好吧？社会讲台语。烘麻糍，烘麻糍，烘枝球，烘枝球，细台的，细台的，拍猪仔台，拍猪仔台。